继续来到宜兰，合法的民俗将近有7500间，其中有一寡民俗真有想法，真有特色。譬如讲，有这个民俗会针对女性的人客来推出着粉色的装潢，要互姊妹伴来一个小旅行。有的是以老大人为主，帮以前无法度好好办结婚的长辈时代，搁来补办一届婚礼。 伫金城中，白色高级马车驶入民俗，牵后伴豆豆啊行。结婚遮久啊，少年时无机会好好浪漫一个后生查某囝，替老爸老母愿望甲民俗合作，办一个温暖的婚礼。当53年前，德南娶到像桃花那么美丽的景村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媒妁之言缔结这个良缘。 规个伙仔团圆庆祝重要的时刻，这款特别的婚礼，互因真难忘。拢大家拢真好，囝婿拢真好，你爱健康啊！宜兰民俗真竞争，业者伫研发经济中有闻到这个商机，整合大饭甲特色料理，或者婚礼拢伫民俗举办，大家免撞来撞去，会使好好享受天伦之乐。这上面的派饼很好吃。 好食鸡卵糕真煞脆，甲好朋友做伙出去佚佗，就是要放轻松。毛民俗针对女性的市场打造公主房，水晶灯搭配粉色的装潢，渐渐的灯塔甲欧洲风格建筑，袂输是王子随会出现同款。为了婚嫁市场，民俗业者各出奇招，用尽步数，就是希望讲，用伫许热的时，互订房率会使冲悬。